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3倍的分数全部打完，点赞，鼓掌，这里可以有掌声。对啊，这个五个就是六个3分，啊68分，总共19分，18分，这个是3倍的分数嘛，3、6、18嘛，总共18分，你就加18分嘛，就赢了。还没看到呢？你刚40是吧？那我是49，对吧 ？OK， 好45，哇，这一局去到80多分了啊！给我翻牌。对啊，这一局真的是很漂亮，很精彩。